我若有这600块，阮阿兄就会用开剃头店啊。阮阿爸甲阿母以后的生活嘛有我靠。安尼的原因，你有满意无？就算讲是安尼，伊嘛毋免用这幸福来换钱啊。迄是我家己愿意的。阮阿爸甲阿母，伊拢希望阮阿兄有一天会当出头天。我嘛希望阮阿兄会当好好照顾伊。啊，毋过，阮兜散食，只有靠我出价的聘金，阮阿兄才有法度去开店做生意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你昨哪会去啊？我是伫咧庄药啊打庄啊，无说入去钓沙的。原来为着打庄啊，你唔肯见我？毋是啦，你莫误会。我是想讲，婚事的代志，着互爸母做主着用的啊。我若是会当加做几工啊，着加趁几工的钱互伊啊。世间哪有你这款的查某囡仔？你后悔啊？是，我后悔啊，我真后悔。欸，你在创啥？你毋是后悔要甲阮做亲戚？是，但过我后悔的是，我无较早熟悉你，无甲你带转来做某。啊，连这牛车你都拖袂行。阿爸，阿爸，你创啥啦？迄牛的拖车。搁要拖车哦？我来甲你倒拖啦。拖车，我来啦。好，好，你来。我讲啊，你射牛较好。哈，好，哈，啊，是要送去倒啦？那就迄边就好啊啦。哦，迄边。这只牛确实有影袂歹。阿爸，到厝啊啦。你这只牛吼，确实比我较有力，在。嘿，啊无恁是咧起笑的吼？啊，搭无牛也咧拖牛车。阿爸，莫搁啉啊啦。哦。好啦，啊莫安尼一个笑无够，两个搁笑来斗。哎呦，阿爸，好啊啦，莫搁啉啊啦。阿坤啊，莫搁啉啊啦。老夫呀，啊你到底有要带阮树人啊无？阿姆，我明仔载就来送订啦。好。好，好酒啊！阿爸好啊啦。好啦，别啉啊啦，阿爸。阿爸。好酒。哎呀，啊听讲新娘生得真水，够影。等恁来锁过门，你家己看就知啊。好，安尼一定真水的。姚伟啊，啊拢穿好啊吼。做啥？拢穿好啊？阿成啊，我互你甲恁阿兄做伙去娶亲啊，你其实代表我哈。去对亲家亲莫较有礼貌，就知无？哎呦，这我知啦，
该有的礼数我拢知啦。我对阿兄去娶某，我是去学看免怎做新郎啊。啊，阿兄娶某，我嘛会想啊。多仔，啊，我当时用娶。去哦，较正经咧。外面的工过先顾好，娶某的代志再搁讲。哎哟，等恁爸仔囝痴痴楚楚是咧念啥戏啦？他是咧讲我歹话，啊是无想要娶某。好啦，人来啊！拢来啊！哎，来，出来！金环啊，阿水啊，缀我入来。阿姨啊，咱啊遐新娘房是要创啥？是啦，头家娘，我看你会艰苦呢。金环，因年天注定是阮阿遐甲你无缘啦。好啦，我替你出气啦。后壁这两片门吼，拢甲我拆拆。咱的梦，咱的缘，为何无结论？天下的母亲白伊个。咱啊，这甲这有因两无通来，啊，这礼物吼是要送你。秋兰啊，你即马嫁过吼，有闲都爱倒来甲阮看看呢。阿嫂，阿兄，我要出嫁啊！阿爸甲阿母，恁着爱好好照顾，唔通互因操烦吼。是啦，这你放心啦。来，新郎新娘甲爸母拜别一下。来，跪咧，向爸母一拜。再拜，三拜，对对。秋兰啊，耀辉啊，秋兰以后就拜托你啊，你得爱好啊甲疼惜。阿爸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。秋兰，你若嫁过去，就乖乖听人的嘴，才会得人听吼。我知影。来，阿母甲你看紧啊哈。好，啊，时间都到啊，咱紧来上轿。对，爱准时哈。小等下。
做紧就带入去啦。好。来，各位来，你再来一套。哦，对了，对了，拍谁啊？拍谁？无啦，无代志啦。无代志上好啦。秋兰，歹势啦，头一工就你受委屈。袂啦。对啦，你拄则勉强打遐米，肩胛头一定真疼吼。唔免啦，我已经惯势啊，这无啥啦。啥物你已经惯势啊？你就是安尼啦，拢互食够够。以后你是我的人啊，你若受到啥物委屈，一定要甲我讲，知无？秋兰，你笑起来时阵真水呢。咱的梦，咱的缘，为何无结论？千里路，天下的母亲白一个。金华，你唔知哦，我若遐看到门环社，我生气。笑，秋兰知影无？伊敢有做生气的？无呢，电脑囥到遐莫生气。啥？迄门叫拆去啊？佫无生气？世间哪有这款人啊？修养才好，我才唔相信。是吧？哎呀，我带转来啊。嫂啊，哪会无问啊？安尼，你甲阿兄是要安怎动啊？无要紧。算讲是安尼吼，阮厝的人拢袂来甲你吵啦。我来甲你讲算笑。小姐啊，已经真暗啊，你应去休困啊。对，已经真暗啊。我先出来。别跟你吵，别跟你吵。爸，阿母到早，食早饭啦。哦，今仔早顿青草哦，你煮的哦？是啦。啊，灶脚你整理的是？是啊。真牛，这间灶脚吼，10多年毋捌遮清气过啊！
哎呦，当安尼就咧算教哦，拜托，迄下骹手人嘛有法度整理，有啥了不起？真的是咯，我伫咧厝内面拢做啊足惯势，以后厝内面做伙工作，我来做就好啊。无啊，啊你是房间门花拆起来，伤过通风，昨困了无好，透早就爬起来做代志，你是甲我糟蹋是？无啦，阿母，我昨困了真好啊。你若无欢喜，我门该拆掉。你做你讲无要紧啊。阿英啊，小兰，你叫阿贤甲岳飞仔做伙来食。好。阿翔去高阳啊啦。啊？哎，这个囡仔凊彩安尼拍拍走，无怪到即马好错无某。你叫岳飞仔来食。好。阿英啊，新妇才娶入门啦呢，莫为难伊啊。我假熬，我有法度为难伊哦。难得娶这个新妇，才有效，佫才骨力，咱享受着清闲，敢毋是真好？好啊，这是你讲的吼。后摆我着翘脚享福，厝内面的工课都拢放互伊做。